三年下的像桃园市政府客家区的区长哈，蒋捷安哈。承蒙主持人，台台今日主办人民求告诉，客家的现金，客家做客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区的区长，我想讲吼蒋捷安，真欢喜按照又来到台台来到客家见面分享。接下来吼就讲今边的主题主要是讲台湾文化。过客家运动，还有多元文化，我想吼，台湾文化代表的就是客家的一种精神内涵。客家运动代表的是客家人的一种实践的精神。另外呢，多元文化就代表客家的包容老创新。我想吼，客家文化。客家族群真重要的就是按样办来将语言传承、文化发扬，还有产业的提升，客家怎么有前途？我想要中央来地方向下合作啦吼。不过我认为讲按样办本客家肢体、客家后生人，建立对自家族群、对客家信心一种认同感。做得来关心自家族群的文化，我认为也是真重要的。可是我认为经过客家的发展，应该是要用包容的精神，尽量要开阔的胸襟，鼓励让年轻人可以走进客家，关心客家，同时也要让其他的族群能够认识客家，喜欢客家。我认为这是能够让客家长远发展之道。以上做係簡單的報告，祝福也2年呢客家文化論壇做得也蠻順利，也祝福在場所有的前輩、所有的朋友、所有的鄉親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感謝大家，安子生。感謝年輕優秀的蔣局長。我哋台灣客家運動啊，早期啊，林義雄老師就係台灣客家運動的戰將啊，也係我哋客家風雲插枝沙總啊，還有報道客家電台嘅董事長啊，其實嚟講呢，兩代人嚇，佢爸爸嚇，還有佢嚇，對於條客家文化嘅傳承嚇，還有台灣客家運動按點樣推動呢？動作呢，就強下嚇，啲個三芒大兵嚇。係唔係就代表我哋早期啊，來推動台灣客家運動嘅那條戰友哈，叫做攻擊計劃啊。謝謝，請問，邱教授，特別啊，老人家都特別好，是搞客家會，新立一隻客家會，喺這個唔講台馬古上講客家人，就像尊老講的。客家人啊，變到咁多人啊，隱形人啊，所以佢要發起一隻運動，新嘅客家人嚟認同，一旦認同當然就是從事也客家認同嘅，後來啦，佢就老人家就新立一隻客家會，我把佢對到睇到嘅文順正先生也有啦，嗬，睇啲個我冇講到拍攝啦，嗬。是都特別是提起做客家會先的，假使是280間嘅田園，他這個唔講客家兩隻是按照中年聯誼會，客家兩隻是唔講㗎，所以我感謝行一條路啊，都難誒，冇乜嘅利益啦，也冇講利益啦，是為咗客家人，台馬古上個客家會，新聞台這個。感謝。山當摘茶哈，樣板也不有落山歌呢，是抓山頭對該山頭的訊息的傳達哈。該條白我是知道有一首歌，摘茶歌哈。
摘茶爱摘，两三皮那。三日嘞，莫摘啊，秋落了了。掠手安尼讲的吼，落山歌啦。那基本呢因为我有准备吼，山歌传扬好文化。山歌样板传扬好文化，安尼个客家风情古多紧，群欠来了就客家人，注重个智慧恩情态，安样板人呢，薪火相传一条心。过来哈，就客家文化最有名，山歌唱来本意地，大跳小跳人人唱。宣扬文化并无疑，哎样讲大家唱无？好，今日是用平板来唱哈。客家了风那起那，古道金那，群欠莫奈那路啊，客家了人呐，祖先了子那飞哟，恩情咯太那。幸福向那传呐，一条了心呐，客家了文呐发哦，亲友哦咪那。山歌唱那出啦，本意了的那，太跳了手那跳哦，人人了唱那。宣扬我文那法，并无了你那。山歌传扬好文化，希望大家大家莫减少，因为朗读啦，按叫朗读，好，谢谢。各位朋友，大家好。列从呢，主要是谈论台湾客家运动，然后客家文化啊。用来然后陈锡山律师呢，共同来主持。有请的主讲人呢，主要是朱正义教授哈，林美国哈，又教授有些民意哈。对客家嘅特别热心哈，第一位呢是叶德云啊，叶德云教授，其实流行美国呢哈，也教授还有美国德州休斯顿的一个客家会的会长啊，去做一道的那个客家公益的事情好，个人爱介绍古桂顺教授佢係楊文燕，
我客家下年让一下开始是钟少金做乡长，保妹是古桂顺做乡长，所以客家人一七为乡是有了机会来做乡长啊。宋建国南庄人，15岁是来到台北，我记得佢81岁做生意，对贵宾饭店抢36张桌，冇修理。结果佢向我介绍嘅生平事迹，感觉了不起啊！出一本书结果入轮会长老佢访谈做一口述历史，把我们出了本书，把我们佢得到终身贡献奖。过了阿Kim哥、刘庆Kim，台山白人，人讲家妹冇嫁台山白，食饭书帮助财係話上家都在，下家都敗家妹冇食飯蔬菜。佢我講你屋留起來，佢講連馬都嘅黃馬都就冇得，係咪應該係嘅劉慶Kim嘅紀念館啦？佢係文化大使，佢係台北師範畢業，佢讓我鼓唱初中強班、師範強班魏坤松你非常難得，你國寶級吧。按照台湾的客家运动啊，除了海内外你讲伫外界的条客家乡亲来天数最多的呢就是朱正义教授还有叶德颖教授嗰条客家乡亲同一心出钱出力出头脑朱正义是我台大杰出校友啦其实在国外是名医又是资深的这个教授对于台湾文化对于台湾嘅客家文化呢特别用心佢有颁列款嘅客家台湾文化奖来鼓励当多了条客家乡亲也係講客家之友對於客家同熱心嘅我條擺頒客家風雲雜誌嘅時其實就真係鼓勵啦所以嚟講最難得嘅教書名醫就下面熱烈掌聲分享佢一唱佢講到。我講時間好啦我本來講好了嘅當我學講大家講嘅法我話真去學俄羅話，個認真去學台語，我個認真去學羅馬字愛寫安怎寫，我會使讀啦羅馬字，客話羅馬字甲俄羅話我會使讀袂曉寫咯。所以我講我寫我講用時間講台灣文化係客家文化啦客家文化都係乜個最重要嘅東西。語言係最重要啦，所以我講佢提倡台灣歷史文化，我講條話講係文化獎當年有3扎到5扎，我頒27擺，有70人殺得獎，我哋阿變到台灣文化形象人當年有20扎，當時有20扎嘅形象，形象嘅時節我本。馬薩社團來支持的人我將不計形象，我冇權利去當上去，完全偽裝，所以今日有70人殺，我親身之間，個即係要得到過啦，就高手嘛要得到過，我得獎嘅理由係乜？提倡，係啦，提倡嘅人，有文化特別係一個職業以外嘅事情，所以做嘅人
特别多吼吼。仲有啲喺藝國文化，藝冇法，藝唔是行去街頭走路去示威去做乜，唔是啦吼。人家啲事情藝是，看哦，當然家總統的形象，然後今後哦，不管係歷史文化吼，哦個語言吼、音樂吼。當然得獎是家自愛，是做家得東西聽啦吼。啊，聽個當好去講吼，聽講伊係有限於新父老關係，按擺入去新做客家社會來談誒，後來發講超大吼，創係盤講吼，啊，全愛講台灣文化，啊，客家文化機會講吼，好，係嘅。哦，董感謝哈，其他擺都做嚟台灣吼，我其實有機會全部會有像朱教授、然後個葉教授吼，都喺台大嘅300個人的這個課堂上吼，來然後了後上人來講吼，這嚟講鼓勵動多啦吼，那是典範哈，來給個告訴哈。係擔愛溪來希，希又逐擔幹啊何希希，東昂溪定來苗啊苗，剛剛車啊，該兩條人啊。妹要花來希，希又當面講那何希希，搭先朋友來苗啊苗，剛剛車喲，該總係難啊。先做條龍來希，希又學花米那何希希，花米學太來苗啊苗，剛剛車喲，該愛養邊啊。樹寬條龍來希，希又溜條轉那何希希，溜條唔轉來苗啊苗，剛剛車喲，該能心機難。新聞大家。3年好嚟係咪唱葉德雲教授啊？好，我係葉德潤，
对 Houston 美国转来哈。我今日老大家介绍是海外社团啊，像我们修圣客家会啊是怎么样形成，然后做了哪些事情，跟到大家报告啊。美国的移民啊，早期的嘛个推山人去开铁路，嗰啲人啊，挨到hem嘅老橋，還挨到呢就國民政府開放以後，我們到美國去留學，像朱教授這一批啊，我們叫新橋。但是呢，新橋現在也變老橋了。我朋友啊，就82歲，係個朱劉先金大師的小學同學啊，今日同我修順客家會，叫鄧傳金啊先生啊，所以就講，啲客家人到美國啦啊，就請到嘅社團啦，像你那對洛杉磯叫做修身洛杉磯客家會，和舊金山有很多大概30-40個社團，啊全部。但是我今天講的就是休斯頓的客家會。我哋客家會啊，主要是客家會，就是休斯頓客家會。第二度我哋辦乜嘅活動咧，主要是講公園嘅辦雜活動，和踏青啊，和再過來是敬老啊，再一個就是年會。和第二度呢，我哋入分啊，休斯頓文教基金協會。第二度做乜嘅是講客語研究、客家研究、客家教學，還有這個客家這個音樂，就是有人教唱。韓籍普文呢是客家人公共事務協會，客家人公共事務做乜嘅呢是講爭取客家人的權益。我哋到 Houston， 我哋做乜嘅呢？美國的選票啊，有英語，有西班牙語。有越南語，但是就沒有中文。我們那一區啊，我哋修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跟其他社團，我哋就建議當地的政府，就是用華文來做選票，因為這很重要。很多投票的人他根本不認識英文，還以為他們去看新聞去看唔識了，所以我們就是用中文。那這個也通過了，所以就是說我們做很多事情啊。就是說，都是在保存我們自己的文化，然後又是叫什麼殖民，然後再就是說再發展哈。還我哋辦的活動誒，2010年客委會成立天川日，我們是海外第一個社團慶祝天川日，所以客委會給我們很多的支持。我們有一年是請這個客家歌手黃佩書。來助興，那有一年呢是請這個藝人金鵬啊來助興，還有呢我們是第一個移民也移民到海外的，我們是第一個，我們有移民也的分歧，我們那邊有移民圖書館，是正式的，是登記有案的，是全世界第一個移民到海外的，還有我們。還有幫助這個地方政府的建教合作，我們那個縣跟這個屏東縣是姐妹縣，然後屏東大學跟修正大學有建教合作，啊，所以這些東西呢，就是說都是我們修正客家會做的，啊，那個像劉大師，啊，我們那個鄧先生啊，本來講搶地來修正，不曉得什麼原因。沒有成型啊，所以，但是就是說跟劉大師這個致意啊，還有我們前2天才去參觀這個劉大師的這個博物館啊，內灣的。
接下来我就来请温崇进先生来发表伊对因客家认同的感言。我温崇进。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得到台大校主任来邀请啊，今天来参加那个训会，非常人生的东西啊，相见就是缘啊。今天大家有缘能够在这边相见啊，非常的欢喜。本人呢，因为我在乡村出世呀，这个乡下南庄的个山都乡哦出世哦。做工以来就去耕田，所以我国民学校毕业以后呢，就出来台北。出来台北当然呢，台北根本就冇可能客家人啊，所以嗰當時呢唔敢講客家話，而且就用日本話，因為我受日本教育啊，用日本話嚟過。那麼到港會後呢，就自家有做一個受審理嘅形式，開始呢就慢慢有客家人要出台灣人咧，就可以按樣組織個客家會啊，多少就可以講客家話咧。所以講，啲客家人啊，出嚟台北，我容易行出。所以我一生人到呢下為止呢，一生人對呢個客家人客家話喺流傳方面呢，我非常有強烈嘅意志啦，嗬。所以講，我因為在鄉下嚟講啊，千艱苦嘅。嘅農村生活，小嘅讀書畢業以後，來台北做條路以後呢，鄉下嘅有個同嘅學生來台北嘅時陣呢，往往要去訪問佢當然買到個堂嘅必須啦，有咁樣嘅事情。那麼經過呢，自家事業有一個固定以後呢，就講客家話必要性啦，所以講我雖然嘅。那個客家電台報道客家電台，要設那個客話演講比賽，聯賽已經幾10年了。至於我嘅鄉下南莊、三灣、頭份各地方，每年就輪流按辦客家話演講比賽，全部國民學校，國民學校學生啦，國中嘅學生嘅比賽，呢禮拜。4月份啊，也報道客家電台也有這個，所以我要按樣心來那個推廣那個客家話，就係講，因為客家委員會啊，當然要講30年以後啊，客家話會消失去。我唔相信講30年後會消失，將來會這個延長啊30年都唔會延，都會下去，連續下去。希望呢大家。對呢個客家話嘅這個客家話嘅流傳方面呢，客家人最要緊嘅所在。至於講學校方面呢，我哋中央大學自己有客家學院嘅破土典禮和嘅落選典禮，我都要參加。客家學院我要設嘅獎學金，還有交通大學呢，也係同樣我要設獎學金，同時佢也有18年嘅歷史啊！客家學院這個6家嘅所在市嘅時陣，破土典禮嘅上梁典禮呢，我都要去參加。韓國呢個聯合大學嘅呢，自己客家學院成立以後啊，我要有這個設嘅客家學院嘅學生嘅獎學金。每年嘅校慶嘅時陣啊，要約個時間。我就講對個客家。這個語言方面呢，我實在有點心啦。希望大家呢，呢個事情大家都做得到嘅，並唔係講話你有心去做，萬人都可以做得到嘅。我希望你客家人呢，勇於行出去，有乜事情該你做也好，唔該你做一做好事、社會嘅事、政府嘅事來講話，你可以勇於行出去，唔好講你客家人講可能人愛笑。所以講，我做中正區調解會嘅主席，我做4任嘅主席，我做28年嘅調解委員。
因为客家人进去没看到，他就是这个语言都很少，所以我希望呢，往后呢对客家人的肢体呢，用于行出社会哦，牺牲奉献，也唔係講犧牲樣板啦嗬，人生嘅東西總要行出去，希望大家呢，對呢個後生一輩呢，多一個鼓勵，多謝大家。宣布宋建國哈，記錄上獎學金，韓國客家法通也學人，客家學人成立之後，馬家繼續參加。一隻故事，我非常感動。佢得到終身貢獻獎嘛，獎金100萬，係嗎？扣6萬的樣，係嗎？結果呢，佢將呢6萬元補落去，咁樣是中央大學為圖書館，佢100萬捐本中央大學客家學人。係唔鬧？第二年佢講，係要經費唔鬧，做加100萬，我做捐錢。客家雜誌也有登啊，那是一部分消失了。佢人生當中有300，想笑睇啦。啊，人講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呢一天呢，第7擺關島山大地震，民國20幾年，加工韓國壓迫砸死體，叫日本人砸到，把命救出來。第7擺，第2擺。想去做日本兵到南洋，訓練好咧，到高雄登山去派到南洋，等到半夜日本投降，冇見到南洋也冇睇到啦。啊，第3擺，你係講人生嘅智慧，280天，嗰種嘅歐破兵，4年差是搶劫大元百貨，嗰下佢睇來講對水啊慢嘢。吼，狂到後背，佢狂到個粗度，佢家下就24歲，佢半夜未出來了，佢病咧，病冇命咧啦。結果守寡一空啦，所以你係講到280天，個恐怖嘅嚇，也其中佢嘅受害者，佢一切唔講，我是訪談嘅時就講，韓國保妹講有殺到贓物啦，準備總部嘅軍法處調機門。佢唔敢認唔得啦，一樣人話俾人滅口呢，所以人生而有智慧。嚇，當然因為有智慧，人講講中去暗中來，佢做完都善事，所以佢92歲身體安然。好，大家啦祝福。嚇，接下來係我學長嚇，江林中學佢第2屆，我第9屆，阿謙哥我請你講幾句。希望大家各位鄉親嚇。大家好，我呀對睇呢家對客家文化很有貢獻，我呀前10萬哦，我公頭講，我係大美國嘅企業，我係美國嘅世界日報。連載大嬸婆在美國專門講嗰啲客家人嘅文化，還是美國那些有新的一家學校案呢？大嬸婆創意學校，你真係是美國嘅登記唔係搞嘅哦，從你搞翻譯嘅錢，你貼落去，你賣東西搶客家人嘅學客法人啦哦，我是美國嘅中介啊，衝下去，你嘅花轎嘅社團去講人啊，知道啥講嗬？阿謙哥，你嗬唔好講你該用講嘅啦，你會發，該客家人文化用講嘅錢多，用寫嘅錢多，具體的本人講樣板嘅東西，樣板會發出來會清楚啊，我哋具體化。哦，像樣板任做咯，樣板任街咯，樣板捉裝咯，我發錢多，我發差要200-300張哦，總係我係希望我10萬做嘅啫，
有人用啊，就要達到目的啦。結局係些嗬，叫做客家人本身冇從事，我應講，報咩些咧東西馬上拿去，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你微信上啦嚟介紹，用歷史嘅觀眾嚟看，歷史係寶，全部都攞收起，然後嚟天價。你漲200萬呀，有60萬那樣天價天咯，cái保險費全部係天價天好，馬上你食，絕對照你嘅價值。你係唔見得，你賠我200萬嗬，挨落去食，有咩用心照你嘅做？我是講，哎呦，我發到為止，客家人本身都冇用，啊專門拿去個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個抗年。要假人又要學賺人熱灰啊！我想咧目的都冇睇到，我錢多，我繁繁化化50年啦，全部客家文化好多，故所以我錢10萬，我嘅文化咩講究啊喲？連續出版50年唔是拖連進出版社，還是個出版，總係我要一篇啊，我要上啲咧改編啲天陽啊！為前好，我也拜託微信上來填修，問過前多客家人，冇嫌棄。湖北嘅省委書記咧，台灣簽到我講，歷史我哋中國人愛嘅東西，讓我拿湖北去出版，你看我嘅辦法全部是新華社全部嘅出行，就日本人啊！叫到中國大陸去看到呢本書，哎呦，又寫到日本嘅事情，哎呦，先生字哦，日本人嚟協天陽嚟啦，我哋簽客家人冇人嚟參加啊！嗬，我想簽催過，我發到微信按10萬，我想希望嗬，自家人嚟先嚟用，要唔然我按10萬要達到個目的啦，冇我發到時，發到按多冇人啲。也等於冇用啊！看嗰歷史博物館那些過去好久啊，冇人去拿來用啊。其實博物館典藏室藏起來呀，嗬，咪冇乜個效果嗬。故所以我想到，你應該也前10萬，乜個東西啊，見錢快又買呢？這個唔係講愛啲客家人啊，像愛啲客家人本來。推貼啦，全部係客家人好多。該范局長啊，些人去簽約，係范局啊，人去簽約講，你大嬸婆做代言人，機器人做鐵路的代言人，呀些錢好，見文人咧啊，就是叫麼多錢落去買 Hello Kitty，該做就該宣傳嗬，該係先。但是全部外國嘅東西啊，還有廣州好拍的哦。比如講啲客家人嘅相親活動啊，我哋跳舞嘅個樣啊，個唱到個按到三太子啊，嗰是高雄嘅人裝嘅嘛，哦。我哋客家人就我哋客家人嘅舞，用我哋嘅歌咯啊，我哋運動、清涼、公家機關、也民間團體。我用到東西，客家人嘅東西拿來用，就會體現客家用嘅東西呀。所以我哋今日講好實力嗬，我是東西也先，我是要做出來，希望大家盡量啊來用哦。該當要買要買讓我參詳以後是可以拿來用，我希望講。要做，所以要人用，要宣傳出去，用達到目的。有冇希望睇這個？
睇話劉先生講佢當認真這個答辯，我有咩來講，我當然我有咩非常認真這個答辯。做乜嘅原因呢？因為台灣嘅人口啊，嚇，你講有2%嘅係客家人，不過近期2年調查，喊這個會講客家話嘅佔12%啊，那不成比率啦，嚇，所以講係行業係冇繼續宣傳下去，嚇，可能加幾多年、千多年就個講啦，就已經講30年啦，就為客家話是為冇體系嘅啦。所以講，我從細嚇，我到日本投降嗰年，我是開始用客家話讀書，嚇，七七讀，喺到為2-3年前為看不下千多傳嘅小說啦，嚇，傳嗰啲就可以用客家話讀。你小說看到初中嘅時節，喺本用客家話讀，所以講我做中學嘅時節，撇除嘅寫信咧，嗱中學寫信咧，我常常用客家話寫，用客家話寫，貴重信用客家話寫，所以講我看到到差唔多民國70多年以後啊，尤其嘅母語認同以後，大家各人士推行母語教學，無論係新竹人、屏東人、宜蘭人嚟到嚇，我亦可以邀請到佢聽書都忙時，亦來介紹客家語言，還是你來就介紹客家文化嚟到，將所有到實行鄉土教育以後啊，民國80年。實行鄉土教育以後，各人士變了教材，我提提要停少，喺將宜蘭人大家表白講宜蘭人冇客人啊，我嘅朋友支持調查宜蘭人嘅客人要至少要9萬人噻，所以講有些困做人講嘅時間佢也要開個母語教學，係我連續3年是個。大概也是200是個輔導，還是到變教材填出來有倆印票嘅問題。我最早係用乜個印票，就是用波波摩來拼音，佢當到入上市其實冇啲中間插時下佢是有一套嘅，不過佢個套呢係波波摩有能力要教 PTK， 係我開始用嘅波波摩，亦可以用波波摩，即係各人士咁樣去教。太後大家講台灣人當要代表台灣嘅語言符號，該是台灣語言學符號嚇，是包含閩南話、客家話、原住民話，還是後來教育部也是教育部在開始在使用的這一套嚇，從了到每一擺變倆印票嘅歌唱嚇，要叫擺首長倆到歌唱嚇，我一開始要參與啦嚇，亦可以參與。很多母語教學各人士乜嘅師資培養嚇，無論嚟到台灣省、台灣頭州到台灣妹，哪位是？當時因為開始嘅時間嚇，像比如講台中教育大學台南教育大學、屏東教育大學嚟到嚇，我時尚科技6人是1年起源，1年6人是1年雙雙是咁樣啦。喺個學位費成立以後，其實有一個非常要緊嘅事情，就是客家語言認證考試。從第一期開始是變嗰條教材認證考試，為嗰條教材我就停少就個變，很多即為考試，落去俾管面題了到中強管係為20擺嘅，中強為嗰個管睇到200年就唔會少啦，睇咗要啦，就咁樣。所以講
教育部讲办个母语教学的时间吼，所有乜个发通吼，差不多我就有插入局是安样啦。喺我是上到大家做信长哦，培养了师资非常要紧啊吼。我除了从我自家嘅学费，嗰陣時依個咯，台灣客家語言學費吼，嗰陣時因對我做理事長，我也作計只學費定期辦好多期嘅師資培養。韓國13個佢講12下會辦夏令營，其中有一隻師資培訓營，我作計連續培訓差唔多也有好多期啊，大約排有7、8期咁樣啊，是講你下族全台灣教客語嘅現象吼，大體我有接觸過啦，冇接觸過嘅，你只巴掌算得手啦，吼是講你下很多年咧，我看到大家特別是台馬上過講學會和母語教育吼，和這個繼續推動當中，我是希望吼，日你哋客家話吼，冉冉呈現，發揚光大，希望大家。